大家好，澳門市粵港澳三地警方開展斷冤行動，搗破跨境操縱賣淫犯罪集團。司警今日中午12點半舉行發佈會，自2025年5月起，司警局有組織罪案調查處喺新口岸區同中區一帶反罪惡巡查行動，先後喺多間酒店裏面查獲共10名賣淫女子、內地居民同6名嫖客。本澳居民經調查發現，賣淫女子均嚟自於同一個互聯網招票平台，網站平均每日發布多達30至40個招票貼文，由3名網站管理員控制，利用虛擬貨幣交易隱藏資金流向。經過連月調查之後咧，就認為時機成熟，專案組就決定就係喺粵港澳三地嘅警方就係2025年嘅10月13號嘅上晝7點鐘就開始採取一個代號叫斷冤嘅聯合嘅拘捕行動。咁喺呢個行動入邊本局就動用到警力就係80多人嘅，先後喺本澳嘅各區就拘捕咗7男1女嘅。同時都係新口岸區嘅4間酒店入邊就查獲咗9名嘅賣淫女子同埋2名嘅嫖客咧，搗破咗一個專門儲放就係賣淫用品嘅倉庫嘅。檢獲咗大量嘅賣淫嘅用品啦，當中就包括咗1萬多個嘅安全套啦，大量嘅涉線嘅床單啦，300幾支嘅潤滑劑按摩油等等，同埋就有查扣咗就係1部嘅汽車啦、2部電單車同埋1部嘅單車嘅。內地警方拘捕6名內地人士同埋1名澳門嘅居民，包括骨幹成員、24名賣淫女子同埋42名嫖客，檢獲40幾部手機、電腦。香港警方拘捕3名香港居民，包括骨幹成員、25名賣淫女子。上述3名被拘捕人士分別負責招攬賣淫女子同埋嫖客，並且檢獲大量避孕套、潤滑劑、毛巾、現金、銀行卡、手機。招嫖網站喺本年初開始運作至今，涉招嫖貼文2500則，按調查每則300蚊人民幣計算，估計不法收益至少75萬元人民幣。